政院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联合国的安理会通过美国版的加沙停火协议草案，哈马斯是要求讲爱完全停火。以色列方面，总理纳坦雅胡是表示讲已经批准这个协议，也毋过无明确表示讲敢要支持。为了这个协议让伫中东走动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是表示讲应该会有好的结果，伊是真乐观。甲美国同齐其中协调以下谈判的埃及甲卡达证实，巴勒斯坦已经针对联合国安理会采集通过的停火协议第9回复。哈马斯在一暗发声明，呼吁完全停止伫加沙的战斗。甲因间伫人选的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表示，相关回复内容是以巴勒斯坦百姓的利益上优先，佮强调必须完全停止对加沙的继续侵略。根据了解，哈马斯的停火呼吁定调将草案版本的停火6礼拜变作永久。美国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科比表示，哈马斯提交的答复真有帮助。美国当咧评估这个相关要求。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承认，伊的战时队伍已经批准联合国安理会草案，也毋过无明确表示支持。伊的内阁中，极右派成员已经威胁要退出纳坦雅胡的执政联盟。极右派认为，协议草案继续推动，未需向哈马斯导航。当地中东喷走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伊伫特拉维夫大的饭店外口，有示威民众拿美国国旗甲人质相片，呼吁达成协议。布林肯也甲因谈话。I met with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last night, and he reaffirmed his commitment to the proposal, and I think there is a strong consensus again behind moving forward with the proposal. 布林肯随后飞去约旦西海，呼吁哈马斯接受美国版本的停火协议草案，佮宣布对巴勒斯坦提供超过4亿美金的援助。联合国方面是佮提出2个方案，望会当利用这个时机点佮氛围，为以下真正停火佮后手的和平铺路。公司新闻为您编译。再来看美国总统拜登的后生亨特非法买枪。